你好，歡迎你，我係619，為你聲音導航。1997年3月13日，一個平靜嘅春天晚上，美國亞利桑那州成千上萬嘅市民抬起頭，佢哋見到夜空之中一排神秘嘅光點無聲劃過，形成一個巨大嘅 V 字。呢個係近代最龐大嘅集體目擊 UFO 事件，亦係至今爭論不休嘅世紀之謎。當晚夜空清澈，能見度極高，好多市民都喺戶外觀測罕見嘅海爾波普衛星。當晚大約晚上7點55分，喺亞利桑那州北部同內華達州邊境，開始有人報告見到一組奇怪嘅光。呢啲光點最初好似5粒特別明亮嘅星星，但係佢哋緩緩移動，逐漸形成一個巨大嘅 V 字，橫跨成片夜空。目擊者話 V 字嘅兩臂張開得好闊，估計超過 1.6 公里，仿佛一座沉默嘅空中山脈慢慢壓境。其中一位關鍵目擊者蒂姆萊伊一家當時正喺後院睇衛星，佢哋描述光點越飛越近，先至發現佢哋唔係分散嘅星星，而係鑲嵌喺一個深色有實體嘅巨型結構上面。個結構嘅輪廓就好似一把巨型嘅曲尺，又或者係似一個三角形嘅飛行翼，5盞燈就固定喺翼嘅邊緣，完全冇閃匿，只係發出穩定嘅黃白色光。一位水泥車司機比爾格雷納話，物件飛得好慢，又完全冇聲，佢揸車追咗幾個街口，感覺就好似追緊一棟飄緊嘅大廈。佢仲表示佢見到一啲本來唔應該屬於地球嘅嘢。幾乎所有嘅目擊者都強調3點。第一，飛行完全冇聲，就算佢低空飛過屋頂，都聽唔到引擎聲，又或者風切聲。第二，外形龐大無比，有人形容佢飛過嘅時候，成個 V 字嘅結構遮住咗背後嘅星空，就好似一塊黑色天花板劃過。第三，違反常理嘅飛行，佢可以極慢速移動，甚至可以懸停喺半空，然後又突然加速消失。幾個鐘頭後出現第二波目擊，喺大約晚上10點，鳳凰城西南面嘅夜空再次出現一排明亮光點，好似懸停喺山脈附近，然後逐一熄滅。呢段畫面被更多人拍低，成為最標誌性嘅影像。當晚警察局、盧克空軍基地、國家 UFO 報告中心不斷收到電話，時任鳳凰城市議員弗朗西斯·巴伍德親自致電數百名目擊者，發現大家嘅描述驚人地一致。事後美國空軍解釋，第二波光點係 A-10攻擊機喺巴里戈德華特靶場投擲嘅訓練用照明彈。面對巨大公眾壓力，時任亞利桑那州州長費福森明頓召開記者會，但佢並冇提供調查結果，反而俾一名着住小灰人戲服嘅助手出場，將事件當成係笑話。佢呢一個舉動激嬲咗好多認真嘅目擊者。官方嘅解釋同幽默並未能說服眾多親眼目擊實體巨物嘅市民。州長本人後來亦改口，話自己當晚其實亦都係目擊者，並且形容物體嚟自另一個世界。軍方話係照明彈，但係幾千對眼睛話係一個沉默嘅空中巨山。到底邊個講真話？係大眾嘅集體錯覺，定係官方隱瞞真相？下一集我哋睇睇所有科學分析、專家證詞同反駁證據，一齊拆解謎團。我哋下集見。如果你鍾意我為你聲音導航，歡迎你留言、讚好、訂閱、分享。我係619，約定你。